吃的还好吗？四不像。居然把我跟母鸡关在一起好几天，我要吃了你！怎么样？我这店还不错吧？对了，你不是在天宫吗？怎么跑到深山老林里了？说来话长啊。我是四不像，上古瑞兽，与貔貅同为姜子牙的坐骑，一起参加了封神之战。本来封神之后呢，我在天庭过起了悠闲的退休生活。是您呐，有什么事吗？我说，你这一天到晚这么闲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天庭也是不养闲人的，给你个任务。不想去。那我说了，天庭的神兽虽然一个个的膘肥体壮，但是凡间还有很落魄的神兽。为体现天庭的人道主义，本着以兽为本的宗旨，决定让你下凡去照顾那些落魄的神兽。我话讲完，你不反对吧？我反对。反对无效，下去吧您嘞！下凡这么危险的事，你好歹给我件趁手的兵器吧。兵器你也带不上天铁呀！哎，好了，给你买份保险，你速下凡去啊！不许偷懒哟！我在凡间一边努力卖货，一边帮神兽们排忧解难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居然睡着了，好过分！只有假期才能跟朋友们出去放松放松。嗨，大城市真的太不适合游玩了。不过好在我还有一家店铺。什么破地方！走了，我要去山里隐居，别拦着我！再见了，大城市，没法待了。所以我跑到这里开了这家店，做点小生意，顺便照顾流落各处的神兽。这是什么呀？真好吃！狗粮怎么支付？扫码还是现金？同事这么多年，你竟然给我吃狗粮，还管我要钱！今时不同往日，如果你没钱，那就卖身还债吧。你想干什么？店内保安，管吃管住，工作轻松，意下如何？就你这破店还需要保安？不瞒你说，我这路人店虽然偏僻，却藏了不少宝贝。宝贝？什么宝贝？金山银山。哇哦！好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宝贝一根汗毛呀。那好，给你入职的第一份工作，帮我抓2个在逃员工。有兽小剧场。以下哪一个不是姜子牙的坐骑呢？四不像，摩托车，貔貅。这答案不是明摆着的吗？姜子牙坐骑，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因对方有4兽坐骑，姜子牙至玉虚宫，元始天尊叫白鹤童子牵了自己的坐骑四不像来赠予姜子牙，说这四不像
鳞头豹尾体如龙，足踏祥光至九重。四海九州随意变，三山五岳差时逢。虽说是神兽，但也不要超速哦。